文史工作者刘环月多年以来走遍全台湾各地，探访客家庄，收集资料，编写成书。想看客家人的移民史吗？想找寻客家文化的起源吗？翻开这一本客家目录，可以帮你解决各项疑难杂症。刘环月是这些书籍的幕后推手。他说，历史研究虽然不容易，但是资料收集更是困难。非常多的客家资料全部看到撇杂族群地位度，比如讲，好容易呢客家人發生衝突，你係衝突係些幾毛可能寫到客家書地位度。多年來，劉環月的足跡踏遍全台客家莊，實地採訪讓他感觸良多。我講最大問題係創造台灣客家人嘅認同，嗱冇認同嘅時候，講根本冇機會也冇可能啦。文章中帶點批判是劉環月的創作風格。他說，他要用不一樣的聲音，對客家文化有些新的衝擊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湯氏宗祠是苗栗縣10大古建築之一。湯氏祖先在清朝時期考上進士等高官，而後代子孫也都表現不俗。錯裡斗大鮮紅的匾額，說明了湯姓祖先的功名。早期在乾隆初年來開發苗栗呢，湯志波做係佢來台主啊，的開發下附近地方。後來佢湯家當然一直做發展到全省各地都有啊。後代子孫也很厲害，現任的國防部長湯耀明就是湯氏宗祠的客家人。100多年來，每一世代的功成名就，當地人相傳是風水之說。地理位置以坎以後來講，係個兩脈之地啊，兩穴之地啊，所以也就以湯屋子孫能夠安身，能夠在各行各業能按來發展。為了感念祖先的庇蔭，湯系子孫每年9月都會回鄉祭拜，展現家族團結合作的精神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苗栗報道。桃園在11月9號將有族群文化博覽會，今天上午主辦單位做了暖身示範。客家菜包是用糯米做成的，立委彭天富挽起袖子，和乡长叶卓宇一起磨糯米，白色的米浆流露出一股思古幽情。包菜包也要包得有技巧，形状饱满才会像极了大元宝。月桃叶子衬底，放在竹蒸笼里蒸熟，才能够吃出客家菜包的风味。包我们也特殊呢，用这个叶桃这个叶子呢来蒸啊，蒸出来菜包就特别香的，有这个原味。这是族群文化博览会的暖身活动，450年代的农家用具都一一重现，古风车完好依旧，小朋友摇得好开心。身兼民进党中央党部族群事务部主任的立委彭天富表示，各族群融合才能够展现国家的新活力。我们就是办这个文化博览会，我想这是让大家呢，这个可以认识、可以了解客家原住民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方式之一。从11月9号起，连续2天，族群文化博览会在永安渔港彩虹桥广场将会有一连串的精彩活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彼此的传统文化。民视新闻顾德川桃园报道。